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看明华园的大枝条孙翠凤，因为先天性的心脏病，休养将近1个月，再去到高雄卫武营歌剧院参加明华园创团90年的新作品《良好争霸》的记者会。伊讲伊身体好真多咯，煞落来高雄2场的演出，伊拢会登台。 明华园小生孙翠凤再次隆重登场。4月份因为突然间昏倒送病院，高雄2场演出拢由查囝代替。伊嘛伫面书讲，伊有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医师爱伊休息将近1个月啊。孙翠凤总算甲大家见面。在排练当中，我一直还是病恹恹的，不过。 很感谢所有朋友的对我祝福，所以让我更有体力，然后更有动力站起来。明华园创团90档新作《良好争霸》要伫高雄卫武营歌剧院登场演出前的记者会，孙翠凤以剧中的霸主打扮现身，刷来高雄的2场演出，嘛再次登台，互戏迷会当搁再看到伊舞台顶的风采。